议员蔡洪全以即届奥运的好成绩，全面拢咧小运动。毋过对照台南真侪运动场馆，包括倒球、举重等，毋是无场地，就是设备老旧。借此来检讨台南运动设施的软硬体。那只有6面的球场啊，其实我们有在打球的人都知道，大概羽球的部分其实相对上是不太足够的哈，它的发展哈，这个部分我也想提醒一下。射箭，那刚好之前我的同事也去会勘过，事实上我们现在并没有适当的射箭场所，以前旧的已经被废除掉了哈，那我觉得蛮可惜的哈。那这部分也希望我们市府能够积极的去再重视一下。议员发现，虽然咱市的体育预算伫个6都内面阁算排头前，毋过大部分拢用伫个场馆的设置甲设备，互选手的奖金甲慰问金，却是6都上尾。希望市府会用个调整分配。安南区这栋的开8亿外，所以这个算进我们的预算里面呢，哈，所以难怪看起来说非常的多。因为各县市也是这么算的啊。对对，没有错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是有在努力在做，哈，我们总投的预算是这么多，哈，但是我们还希望在争取的过程，在软体的培训，哈，软硬体都要。那软体的培训我们也应该要加强，在大家都在加码的时候，反而是郑怡静是台北市政府去给他加码，那我们台南市政府，其实我举的这些是刚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印象很深刻，这次拿牌的，大家会回来看我们台南市相关的这个各方面的软硬体的一个配置哦，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们对体育方面有一点疏漏。但你讲得很对了，你要说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了。我们想要做的是在10年寒窗的时代能够帮忙他，不是一举成名的时候再去加多少。这个部分哦，我们台湾的奖金已是全世界第2高的了。那当然今年的成果是丰硕的，但是我们要培育未来更多的。谢谢蔡议员，我们不会去牺牲选手的权益。事实上，在我任内这2年多来，选手的权益。当然，也许您觉得说现在还是不够多，我承认我们未来要更多，但是我们的这2年的趋势是一直向上的。另外，议员蔡洪全嘛，以这几冬来，台南市的地价起这么高，伫个都市地价总指数，不管是主体区或者是商业区，拢比人较高。不过市长回应，伫个每坪的单价甲房价所得比，却是6都上低。为了平抑厝价，议员建议囤房税一定要赶紧通过，对一切才有帮助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